Hello， 大家好，我係澳門體育頻道嘅 Anna。第15屆全運會喺11月、12月隆重舉行，官方預計發售門票逾500萬張，規模仲勁過往屆啊！第15屆全運會澳門賽區承辦包括乒乓球、排球女子成年組等5項賽事，澳門3間線下銷售店現場亦都湧現排隊人龍。講到銷售門票最火爆就梗係乒乓球賽事啦，熱門場次開售3分鐘就已經賣晒門票啦，充分展現咗賽事嘅強大號召力同埋球迷嘅高度期待啊！當然，其他賽事嘅觀賞價值都非常高啦。如果想買飛親臨現場觀賽都非常簡單，目前門票已經同步喺官方售票網、官方票務小程序、線上官方代售渠道以及線下門票銷售點公開發售。澳門賽區就有3個線下嘅門票銷售地點，咁我而家所在嘅呢，就係澳門塔石體育館，咁仲有2個就係望下體育館同埋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如果大家線下購票就記得填上我手上面呢個紙仔嘅購票信息啦，咁就係呢一度。咁營業時間呢，就係朝早10點到夜晚7點，記得唔好錯過啦！買飛嘅朋友仔要注意啦，澳門賽區線下銷售點淨係可以買到澳門賽區嘅比賽項目。今次購票將會嚴格執行實名制，為確保流程順暢，有意購票嘅人士記得喺購票之前準備好註冊開會時所使用嘅有效身份證文件。內地居民更需同時出示有效嘅往來港澳通行證。大家過嚟觀賽嘅時候記得注意有關嘅簽證嘅有效期，為咗讓更多觀眾可以一齊參加全運會同埋殘特奧會，按規定將實行限購政策，例如乒乓球同排球女子成年組為熱門項目，每次輪候每個場次最多可以購買3張門票，空手道則每次輪候每個場次最多可購買6張門票，而每次輪候每人最多可購買2個場次嘅門票，項目不限，每張有效證件僅可購買同一場次門票1張。如果需要為同一場次購買非本人門票，必須同時提供符合規定嘅觀賽人證件資料，並出示相關證件副本提供核對。仲唔快啲註冊賬戶購買心儀賽事門票？跟住呢個環節，我哋玩遊戲送獎品，睇下澳門市民點樣熱愛全運會，齊撐澳門運動員。籃球、排球。全運會活力大灣區，全城期待，我撐澳門。